早晨，早晨。今日我又翻嚟再踩單車，多謝你哋翻嚟個 channel 再睇我 video。呢個 video 第二個 video 係講，應該講我係第二日踩翻腳車。上個禮拜踩一輪，今次又再踩多擺咯。今日再試下，可能會踩遠啲。可能鋪都係以前我嘅小學嘅地方，當我讀書喺度，所以比較中意翻嚟呢度。今日會帶你哋去睇我平時買經濟米粉嘅地方，幾好食㗎，都唔知今日開冇。哎呀，冇開添，去第二檔。第二檔應該喺呢一邊。有垃圾車，哇，好臭啊！呢檔經濟米粉又開冇先，好，今日又開，嚟就幫你間買。有咩今日？打包外米粉麵，有蛋冇？廿俾一粒蛋我，開。開，擠埋落去，而家食嘅。啊。冇啦，幾多錢啊？OK。俾你睇先啊！OK，又係時候返屋企啦。不過今日應該會踩遠啲，踩多1倍。平時我踩10個 kilo 啊，今日再加多10個 kilo。特別中意你呢個地方，因為朝頭早呢度幾舒服嘅，不過過開10點咁樣就會好忙，超忙。朝頭早會靜啲。舒服啲，可能慣咗，所以成日嚟呢度啊。Malaysia 咧都好靚嘅，要睇時間啦。朝頭早有啲地方好靚，
9.8啊！你睇，仲有幾多人食早餐？總言之，理想真係好超啊！哦 ，OK， 到咗，帶你嚟一個湖啊，個朝頭早中人跑步嘅湖。OK， 時咧，我踩咧遠啲，我會爬個山。我呢個山艱難咯 ，elevation about 5 degree， 對於我嚟講好辛苦噶啦，仲要講嘢，仲要踩，辛苦辛苦啊！陣間先講啊。睇到啲樹嘛 ？That's the reason why I like to cycle。中意睇風景啊，靚哦！好，其實咧，今朝早咧，我自己講不如唞下啦。咁早起身，又咁攰，同我自己講要堅持出去啦。咁我都係出咗嚟嘅，10分鐘至20分鐘嗰陣時，個頭咧好辛苦，不過踩咗20分鐘就 OK 咗。我覺得每一件事都要堅持啊，尤其是開始嘅時候。如果我哋冇堅持咧，咩都做唔到。好，希望你中意呢條片，同埋 like， 最緊要 subscribe， 就跟住我嘅 progress。冇咩特別㗎，我只係想錄低我自己嘅 progress。多謝你，下次見。